我唔知你有冇諗過，一個人口得400萬嘅小國，膽敢公然撕毀同中國簽署咗30年嘅合法合約，強搶中資企業嘅戰略港口，仲講話中國唔敢對佢哋點樣，咁結果呢，佢哋只係撐咗15日咋，就跪低欣送。咁今日同大家講呢間近期最震撼嘅國際新聞，核心重點好清楚。喺2026年，巴拿馬政府喺美國嘅慫恿下，強行接管咗中資運營近30年嘅巴拿馬運河2大門戶港口，但以為有美國撐腰就可以為所欲為。點知中國嘅精準反擊，短短係15日啊，就擊中咗佢哋經濟嘅命脈，逼到佢哋低頭求和，而承諾會撐佢哋嘅美國，由頭到尾啊都隱咗身。咁事發經過呢，我哋一步一步咁講清楚。喺1月29日，巴拿馬最高法院毫無預兆咁裁定咗香港長和集團旗下巴拿馬港口公司嘅特許經營合約違憲無效。呢份合約咧係1997年簽訂嘅，2021年仲經巴拿馬國會正式批准續約至2047年，合法有效。咁2月23日咧，巴拿馬政府穆利諾簽署咗一個行政命令，派軍警強行封鎖咗巴爾博亞港同克里斯托亞爾港，勒令中方管理人員2個鐘頭內走人，乜嘢資料都唔准帶。咁喺2月26號嘅記者會上面，穆利諾啊仲囂張咁話，絕對唔會發生任何嘢，以為中國離唔開巴拿馬運河。但佢哋完全低估咗中國捍衛自身利益嘅決心。中國冇講半句狠話，只係用3招就擊中咗巴拿馬嘅死穴。第一招，遠洋航運巨頭中遠海運即時全面停止咗巴拿馬所有港口嘅業務，將貨物轉去哥倫比亞同埋秘魯嘅港口。咁中遠海運嘅業務佔咗巴拿馬港口吞吐量近40%。咁佢哋一走，2大港口即刻半癱瘓，每日損失超過600幾萬嘅美元。第二招，中國依法加強咗對巴拿馬籍船舶嘅安全檢疫檢查，導致大量巴拿馬嘅船喺中國港口滯留，巴拿馬嘅船隻註冊收入大跌。咁第三招，中國即刻叫停咗價值14億美元嘅巴拿馬運河第4橋等重大基建合作嘅項目。咁長和集團亦都喺倫敦啟動國際仲裁，向巴拿馬政府索償高達20億嘅美元。咁反制效果咧非常之驚人。到咗3月13號，亦即係強搶港口之後嘅第15日，咁巴拿馬河運事務部長伊卡薩就喺聯合國海事組織嘅會議上面公開低頭，話中遠海運係巴拿馬不可以缺少嘅合作伙伴，懇求中方盡快恢復業務。咁到咗4月9日啦，穆利諾總統親自出面打面自己嘅外長，公開表示巴拿馬無意同中國發生任何嘅摩擦，咁希望雙邊關係回復正常。而全程嗌住撐巴拿馬嘅美國咧，1蚊援助都冇俾過，冇出過一個解決嘅方案，所有支持亦都係口講。咁我想講嘅係咩呢？呢件事話俾全世界知道，中國人已經唔係100年前嗰個任人欺負嘅國家，任何國家想搶走中國嘅合法資產，都一定會付出沉重嘅代價。咁同時佢都會拆穿咗美國嘅虛假承諾，咁美國只會慫恿啲細國出頭，絕對唔會幫佢收拾一啲爛攤子。咁呢件事亦都俾咗所有心存幻想嘅國家一個深刻嘅教訓，靠人就不如靠自己，同中國合作先係最穩妥嘅選擇。中國向來講究以和為貴，但如果有人膽敢挑戰中國嘅核心利益，中國係絕對唔會手軟，正義可能會遲到，但絕對唔會缺席。